张总，那个时间不早了，我太晚回去了不好。哎，腿长在你身上，你非要走，谁也拦不住你。钱可是在我的手上，没有我松口，任何人别想拿走1分钱。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林一轩失望吗？啊？那个张总，是不是老是为难你啊？你别跟我提那个王八蛋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老色鬼一直在打你的主意。我呢，准备投资一家公司，专做广告这一块，就让他来经营，他就是法人。爸爸收了几个好项目啊，让他好好的做一做。哎，小姐，你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到这找你啊？我打你电话、发你信息，你都不回。对不起，手机没电了。没事。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怪怪的呀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啊，病了？我很好啊。还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？都没有啊。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。没事就好。哎，这样啊，今天晚上呢，可能我要加班晚一点，我先陪你吃个晚饭，吃完晚饭以后你拐我回家，晚上一个人在家行吗？嗯，行。真的行吗？真的行。哎，别忘了啊，把手机给我充满电，让我能找到你。嗯，知道了。行了，吃饭去，真是让人操心。好了。啊，哎，小姐，来，请。来，随便点啊，别客气。来，哎，拿下来啊！好，来，喝点啊，非常好的酒。哎，干一杯，这可是好酒啊！来，喝。啊，哎，小姐，你看你喜欢吗？这是给你的，我来帮你带上啊。来，你靠过来点。
来，扭过来看看啊。还真不错啊。冷吧？我喜欢你抱着我的感觉。不如去你那吧。去我那？哎，鱼，以后就多一个人陪你们喽。别跑，别胡闹，赶快出去。不要，外面黑，我不要一个人在外面。爱宝和张总的事情，我一直被蒙在鼓里，直到前不久，我才了解了整个事件的真相。可是已经太晚了。爸，嗯，你给我拿本杂志嘛，哪本啊？第一本啊。
我要去见网友了。什么？我说，我在这一晚上你都不理我，我要去见网友了。这大晚上见什么网友啊？那你说说，这网友是男的是女的？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啊？我现在就要去见网友了，我要去见网友了。我现在就要去见网友了。好吗？来嘛，来嘛。来，坐下。现在听话，把工作做完了以后再陪你聊天，行吗？啊，行啊，别生气了。哎，咦，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呢？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做了一晚上东西，我还没保存呢？你干什么呀？成天没事他妈闹。对不起嘛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行了，我自己有办法。啊。
大家同在社会上混那么久，瞧别人混的，哼，你瞧我混的，想起来真是。你说这个男人最重要的事儿吧，一个是立业，一个是成家，是吧？这个鱼与熊掌啊，它不可兼得。你想啊，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他怎么能够先立业？我们可以买一艘游艇，然后去各个岛钓鱼，去潜水。所以说，我必须去拼命。哎，春天没事他妈闹！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老爸，你真的是老了耶。喂，爸，你怎么睡这么久啊？我都快要饿死了。一会儿就回去。爱宝和我就这样平静地生活着。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可我的事业也没有任何的起色。一边要忙于工作，一边呢还要尽力地去照顾爱宝。我在爸爸和爱人两个角色里不停地转换着。说实话，爱宝对我来说实在太年轻了。哎，好了，我需要处处小心翼翼地去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吃米粉，那为什么呀？只是每次啊，我爸来看我跟妈的时候，我就会希望那时间能停留的长一点。于是我就希望我爸能够做些什么给我吃。于是我爸他就会煮米粉给我吃。每次我看着他在那里切那些配料，把米粉丢到锅子里，
我只适合做你爸爸。